阿靠，啊！哦，哎呦！阿靠，你看迄边。哦，啥？我啥？无物件。哦！哎呦！说不知你从啥啦？真好耍。这位，你看下。哦。无物件，你是要看啥？阿狗，你是咧创啥？哦，这是为什么？甲囡仔讲故事。咱来听故事。有够无聊的啦！哦，哪会遮无聊啊？惊死有胶纸！原来是碰生球哦！好，拢阿哥啦，用了拢无爱藏好好。对啊，有胶纸！阿哥！虾米？家纸伫对？你写笑啥？家纸伫对啊？讲你有够好笑的啦！伫对咧？家纸走去啊！走去啊！全世界的家纸拢嘛知影阿哥的厉害。妮妮上惊家纸。啊，这鸡卵糕看起来超好食的，嘿！有家纸！家长，等位，家长你等位，走去啊啦！有家纸！有够趣味的啦！啊！有家纸！你等位，你等位，飞起来，飞起来啊！顶管，顶管，下卡，倒酒瓶，酱酒瓶，啊，飞起来啊！阿公，家长，哎，我来呀！阿公，有家长，交互我。阿公想水开啊！啊，你是有在笑啥啦？你让我骗去啊啦！根本就无家纸。阿哥不爱插你啊！啊！来，妮妮行，阿哥带你去食你上喜的鸡卵糕。我咧，你啊，无要紧，我嘛会当家己一个人伫咧厝内底食饼。什么声？无啊。是阿公你来踹我！阿哥，有家纸，世界大只的家纸。甲你的饼互我，我就互你10秒溜酸。互你，拢互你。4、5、5秒就好啊！阿哥救命！
阿高，你莫生气啊啦，我以后袂甲你创治啊。歹势，好啦，原谅你啦。安尼，你要答应我哦。好，我以后袂甲你创治啊。啊，我唔是爱你答应这啦。啊？后摆我要甲你创治的时阵，你爱困落来，互我创治，安尼才用治哦。哈？嗯。你讲有注意过家己的影，透早的影比我较悬，中昼的影就伫涂骹搭，黄昏的影长长长，你嘛会使观察一下哦。新的快乐，跳舞爬树，看这画图。新的一天，有新的心情，想起伤心过去过的笑嗨嗨。熬早熬早吃饱未？熬早熬早吃饱未？你好无？我真好。我真好，熬早熬早，大家拢熬早，熬早熬早吃饱未？熬早熬早吃饱未？你好无？我真好，你好无？我真好，熬早熬早，大家拢熬早。到早，昏暗到早。行，杏鲍菇，听讲这淡嘛最好食，但是咱唔捌买过。好，咱先去拍珠仔台的店。细大的哈，细大的吼，咱来去换吼，换珠啊，珠啊。好，今仔日就做多珠啊，好卡。还佫卖走。我甲你介绍一下哦，阮若是该拍100粒出来，就拢诚正，而且。哦，好，咱传统的同款，拍咧拍，佫加，有，哦，对啊。咱珠啊出来。哦，好对无？啊，无对。好，过来，搁落珠啊。你足厉害诶！你都是会需要去夹起来，因为爱夹起来才落会着。哦，足顺的咧。小耿讲伊要食烘虾啊。哎，咱往迄边行吧。虾仔伫倒位？咱来去找烘虾仔，好吧？这是夹迄骨头摕掉的鸡骹。烘虾仔会无看，但是烘虾仔敢若真正无开呢。我这个零食我怎么？这点什么？鲜草牛奶是吧？
刷粉圆哦，你要沤油的，还是要仙草的？仙草刷粉圆哈，好，你杯仔给伊。要仙草刷粉圆。黑边。这边有啥物好食好啉的呢？红麻糍，你想要食红麻糍是吧？啊，你要啊无？买。你要啥物口味？巧克力、牛奶糕、啊酸的。巧克力。啊？巧克力。我咧2份细份的巧克力甲牛奶糕，巧克力是阿川的。他做叫无人啊。汉子球，快起！汉即摆无人。我想食汉子球啊。你会当先食这啦，好无？拜托你啦，好吧？社会讲台语。红麻糍，红麻糍，汉子球，汉子球，世代的，世代的，拍子我大，拍子我大。看完今日的节目，大家有啥物感想？袂用白讲生笑，嘛袂用凊彩甲别人创治哦。无唔对，爱记伫心肝底哦。时间差不多啊，后一回爱继续收看咱的节目。咿呀咿呀哟，再会。再会，再会，欢喜再会。